你有冇試過過咗40歲之後，明明食得比後生嗰陣少，有正常做下運動，活動量又冇減，但肚腩嗰嚿肉就好似用 AA 膠黐住咁，點減都減唔走。去問過啲所謂減肥專家，答案永遠得係一個冇計啦，年紀大咗，新陳代謝慢咗，認命啦師兄。但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呢句說話，其實係一個徹頭徹尾嘅大誤會，直情係健康界最大嘅錯誤觀念，害到無數中年人愈減愈肥，最後仲逼到自己變成咗易肥體質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係 The Whole Body Reset， 作者係 Stephen Perrine 同 Heidi Skolnick， 佢哋聯合國際級醫生同營養專家揭開咗一個震撼真相：中年發福原來並唔係因為新陳代謝太慢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啫喱百科嘅一葉知秋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葉知秋。一葉知秋係一個想用幾分鐘嘅時間分享書本上面嘅知識，我哋可以一頁頁咁吸收，一頁頁咁成長，並且希望如果各位啫喱友聽完今集嘅節目，中意我哋介紹嘅書，不妨去書店揾呢本書，細味當中嘅內容，等我哋一齊知得更多。好啦，我哋一齊打開一葉知秋。大家成日都以為過咗30歲，身體嘅燃脂引擎就會慢慢減慢速度，但權威科學期刊 Science 曾經發表過一項震撼研究，科學家 Hammond Poncer 團隊分析咗來自29個國家超過6400名由初生嬰兒到95歲老人嘅受測試人士，結果顯示由20歲到60歲足足40年間，人體每日嘅總能量消耗基本保持平穩。換句話講，你45歲時細胞燃燒熱量嘅效率竟然同25歲時一模一樣。既然整體代謝並冇斷崖式下降，點解我哋飲杯水都會肥呢？真正嘅元兇其實係兩個你可能從未聽過嘅底層邏輯：肌肉流失同埋合成代謝抵抗。首先講下肌肉流失先。由30歲開始，如果我哋長期坐喺度唔喐，又冇補充足夠蛋白質，肌肉量每10年就會下降1至3個百分比。60歲之後仲會加快速度。肌肉係人體最大嘅燃脂引擎，靜止嘅時候消耗嘅熱量遠高於脂肪。雖然細胞燃燒效率冇變，但因為引擎總量縮水，每日消耗嘅總熱量自然下降，多出嚟嘅熱量就全部變成肚腩脂肪，繼而係合成代謝抵抗。後生嗰陣，身體對蛋白質好敏感，可能食少少肉或者飲杯奶，肌肉就即刻收到信號去合成。但隨住年紀增長，身體反應變鈍，呢個就叫合成代謝抵抗。試諗下，你嘅肌肉細胞好似一個聽覺退化嘅老人家，以前細細聲講佢就會聽到，依家你一定要好大聲咁講，佢先會聽得清楚。情況好似身體一樣，以前好少份量嘅蛋白質就可以增加肌肉，而家就要一次過吸收大劑量蛋白質入去，佢先會重新啟動長肌肉嘅開關。如果仲用傳統嘅自殺式減肥法，例如早餐2塊多士，晏晝食沙律，夜晚唔食肉，以為自己控制緊熱量，其實係令身體收唔到保留肌肉嘅信號，優先拆解咗你最寶貴嘅肌肉去提供能量。結果體重雖然輕咗，但脂肪冇減，一旦恢復飲食量，體重就會用光速反彈。作者提出嘅解決方案其實非常簡單，唔需要斷食，唔需要戒碳水，只要做好一樣嘢：蛋白質嘅時間管理。作者將呢個方法叫做蛋白質倍速。首先大家要記住呢個黃金數字25至30克。科學家發現，要打破中老年人嘅合成代謝抵抗，你每一餐都必須一次過攝取至少25至30克優質蛋白質，先可以成功開啟肌肉合成嘅開關。現代人最常犯嘅錯誤就係蛋白質分配唔平均，佢哋會喺早餐食白粥配鹹菜，或者麵包加咖啡，可見蛋白質係接近0。直到午餐就會食碟頭飯或者雲吞麵，充滿碳水化合物，但係肉就唔多，蛋白質大約15克，令到肌肉合成嘅開關未能啟動。到咗夜晚，一日工作咁辛苦，當然要食好啲啦，可能食牛扒或者大魚大肉，蛋白質一口氣逼到80克。問題係早午餐都處於肌肉流失狀態，去到晚餐雖然瘋狂進補，但身體一次最多只能將30克蛋白質高效率咁去合成肌肉，多出嚟嘅蛋白質唔可以儲到第二日，只會轉化成脂肪或者排出體外。你以為一日已經吸收足夠嘅蛋白質，但事實大部分時間都喺度流失肌肉。
其實只要將晚餐多餘嘅蛋白質平均分配去早餐同午餐，奇蹟就會發生。如果喺早餐大幅減少飢餓素分泌，成朝精神充沛，就唔會想食垃圾食物。下午就食高蛋午餐，血糖極之平穩，下晝唔會眼瞓，咁就可以減少飲咖啡。至於夜晚，就要為維持整晚肌肉修復，去食一個高蛋晚餐。中年人肚腩大，好多時唔係皮下脂肪，而係包住肝臟、腸道周圍嘅內臟脂肪。呢啲脂肪先係引致糖尿病同心臟病嘅萬惡之源。要消滅內臟脂肪，作者指出最強嘅武器就係膳食纖維同多酚。作者提倡彩虹飲食，即係每餐除咗要有25至30克蛋白質，仲要配搭五顏六色嘅蔬果，特別係富含多酚嘅植物，例如藍莓、士多啤梨、黑豆、深色綠葉菜。其實肥人同瘦人嘅腸道菌群係完全唔同，補充足夠纖維就等於幫你飼養腸道入面嘅變瘦益菌群，等呢啲益生菌幫你調節血糖，減少發炎，間接燒走內臟脂肪。身體重置黃金公式就係每餐食25至30克蛋白質，加5克以上膳食纖維，再加七彩植物。只要你做到蛋白質倍速加彩虹飲食，就可以全天候滋養肌肉，燃燒脂肪，唔使斷食，唔使戒碳水，基礎代謝自然會重新提升。依家好流行生酮飲食或者16:8間歇性斷食，對20幾歲嘅年輕人可能仲有啲效果，但作者警告，中老年人如果處理失當，分分鐘會跌入陷阱。第一，極端生酮，完全戒絕蔬果，膳食纖維嚴重不足，腸道益生菌冇嘢食而餓死，等於慢慢餓死咗變瘦益菌群。第二，間歇性斷食，如果你喺8小時進食時間入面，蛋白質攝取唔達標，咁喺長達16小時嘅斷食期間，中老年人本身已經有合成代謝抵抗，肌肉流失風險就會大大增加。相反，作者甚至鼓勵進食慢碳水，例如燕麥、豆類、全麥、薯類，因為慢碳水可以促進胰島素分泌，而胰島素係幫助氨基酸更高效進入肌肉細胞嘅重要工具。如果你一粒碳水都唔食，蛋白質嘅合成效率反而會大打折扣。簡單嚟講，中年人要燃燒脂肪、保住肌肉，唔係靠極端斷食或者完全戒碳水，而係要做到蛋白質倍速加彩虹飲食，再加慢碳水配合，咁樣先可以真正打破易肥體質，令基礎代謝重新提升。我哋點樣將呢套科學真正融入生活？等我帶大家模擬一套完美嘅一日飲食計劃。首先，早餐唔好再飲黑咖啡嚟提神，整一碗能量食物，大約15至20克蛋白質嘅希臘乳酪，加一堆草莓，再加一隻雞蛋，或者將蛋白粉加落燕麥粥，一食落肚，代謝引擎即刻啟動，令到大腦清晰。午餐就唔好再食碟頭飯啦，可以食一份雞胸沙律，或者去買多肉小飯嘅飯盒。要睇清楚食物標籤，確保蛋白質夠30克，如果唔夠就可以加一盒牛奶，再加大量蔬菜，咁樣就會健康，又可以穩定血糖。下午茶可以進行輕食，但唔好食餅乾，改食果仁或者蘋果，可以配少少花生醬，補充返健康、脂肪同纖維。晚餐就可以揀魚、蝦或者瘦嘅牛肉，保證30克蛋白質，配一大碟炒時蔬同一小碗雜糧飯，咁樣就可以飽住咁減肥啦。咁樣一日三餐，再加一個輕食下午茶，就做到蛋白質倍速加彩虹飲食，再加慢碳水配合，全天候滋養肌肉，燃燒脂肪，基礎代謝自然會重新提升。持之以恆，2星期之後，你就會發現身體輕咗，相信3個月後體型就會出現肉眼可見嘅成績。好多人到咗中年，望住塊鏡會有一種無力感，覺得老咗就係咁，肥其實係種福氣，咪再被呢啲嘢呃啦。肥胖其實係一種身體發炎，係慢性病嘅溫床。正如作者所講，我哋冇辦法阻止歲月流逝，但我哋可以選擇用乜嘢狀態去變老。你想帶住一身贅肉、膝頭痛咁老去，定係帶住結實嘅肌肉、6嚿腹肌、充沛嘅精力去享受人生下半場？科學已經將方法交咗俾你，佢就收埋喺你每日3餐入面。由聽日開始，望一望你嘅餐單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呢餐我有冇食夠30克蛋白質呢？記住，最好嘅開始時間係10年前。第二，最好就係而家開始，即刻打開你個雪櫃，準備你飽住瘦嘅神奇之旅。多謝大家收聽今集一葉知秋。
如果中意今集節目，不妨俾個 like， 分享出去，訂閱埋啫喱百科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節目就可以立即通知你。我哋下集再一齊睇書，一葉知秋，拜拜。